罗西亚对27暗时连续轰炸乌克兰12点钟，出动要到600架无人机射40粒飞弹，上无是造成4个人死亡，80多人受伤。在罗西亚军方12点钟过的连续轰炸了，乌克兰首都基辅有真侪徛嘅名体规拢海去。总统泽伦斯基讲，这礼拜将会甲欧洲盟国讨论对罗西亚进一步的制裁。乌军离北也攻击罗西亚边境贝尔格罗德的能源设施报复。Реалізувати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по ППО. Обов'язково Росія відповідатиме за все, що робить. 罗西亚自27晚10点开始对乌克兰，包括首都基辅、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萨、扎波罗热、苏比在内等7个所在进行猛烈的空袭，总共派要甲600台无人机，发射40粒飞弹，是几个月以来规模上大一遍空袭。罗西亚强调，空袭是针对军事设施。这边的攻击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，拢伫基辅，包括一位12岁查某囡仔，超过80人受伤。One more example of genocide of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Ukraine. 住伫咧基辅35岁军官赫瑟耶夫，因当时第2遍拄到罗西亚空袭，好佳在3个囡仔甲伊的看守拢无代志。Я вірю, що ми повинні стояти і надихати людей, надихати, боротися далі. 住伫咧基辅19岁达丽娜，正好佳在前一暗去朋友因兜大。Це реально пощастило, що ми не вдома були. 乌克兰即马积极强化长程打击能力。顶礼拜，泽伦斯基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阵，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，讨论军售的代志。乌克兰希望美国会让卖射程2500公里的政府飞弹予欧洲国家，搁再由欧洲国家转交予乌克兰。美国的副总统范斯讲，这件代志将会由川普亲自决定。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。